第9天無記中國對台海上封鎖，離島操演兩棲偵察營也演練碃水頂島收集情報。外送平台581塔大送工時抓前期，今嘛改用新的方式，消費者服務費會增加4到6塊。高雄一個婦人人互玻璃看到雙煞掠狂目消防人員，警方發現伊是同一款，已經移送偵辦。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13中晝新聞，我是麥尚瑩。先來看高雄一個婦人人，伊的手呢，互玻璃刮到傷，去到病院的時煞熊熊掠狂去搏這消防人員，害人胸坎着傷。警方發現這個婦人人，伊是一個通緝犯，目前已經移送笈仔頭地檢署。因來這個着傷的消防人員也決定驗傷提告。病院急診室門口救護車一台接一台，消防人員攏咧搶時間，趕緊甲病關送去治療。不至51暗時，高雄一名姓劉的婦人人因為手互玻璃刮着傷，敲電話叫救護車送來急診。消防人員按照定時登咧問其的個人資料，婦人人煞熊熊起掠狂，出手對消防員肚邊的胸坎啊，剝幾落下。病院的人袂負主動，買手嘛隨報警處理。警方到場查處，發現劉女遭台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布妨害自由通緝，令驗男提出傷害、違反醫療法及妨害公務告訴。警方現場將劉女帶防所，依法偵辦。警方表示，婦人人無食酒，毋過是通緝犯，是毋是因為安尼對消防人員起卡動手，佫需要釐清。不過當時的消防員決定驗傷提告，譴責這款暴力行為。消防局表示，迄天的代志對當事人的打擊真大，因為消防人員出勤會遇到各種的狀況，包括細型的攝影機、帽仔，大家除了保護的裝備愛穿好勢以外，出勤進前嘛確認勤務的狀況，互相提醒做應變。我們那個都會有救護平板嘛，然後那個中心派遣過來的話，都會顯示上面是大概什麼案件，然後我們出勤的話就會特別注意，如果是精神異常或是酒醉的話，也會到現場，會可能要配合警方面來做一些處置。消防隊員無奈表示，電視頂定拄看到醫護人員受到暴力對待，其實消防人員嘛定定碰到同款的代志，辛苦救人煞防拍，難免的慶幸。這個提告唔是要救啥，敢若望大家會當互相體諒，尊重消防員的工作。記者柯家族柯昭陽高雄場報道。再來看嘉義市中興路甲博愛路兩段這個路口呢，是有過路人佇咧斑馬線互車甲弄到。這是一對香港來的翁仔某，這太太呢是準備要過車路，毋過煞互車甲弄到。即馬人已經送病院治療。因為這件事故呢嘛引起交通地角的討論。一位受傷而已。救護人員趕到車禍現場，替坐佇路口中已經受傷的民眾來治療。這裡香港市的查某人12早時佇嘉義市的中興路口到博愛路口，伊行佇斑馬線要過路口，煞後一台車弄着傷。加在伊人意識清楚，救護人員處理了後，隨將人送到病院治療。那個婦人的傷勢是頭部有擦傷，然後胸部可能有撞擊，會有挫傷、疼痛。那其他一些肢體有一些小擦傷，有送醫嗎？我們救護人員經評估之後送往嘉義基督教醫院。發生車禍的所在就是嘉義市後火車站外邊的路口。警方調查，受傷的女性甲翁婿是位香港來台灣的遊客，因在伊接到台灣，12早時坐車落嘉義，就佇車站外口發生車禍，嘛互過路人地角的交通問題，引起大家的重視。我覺得慢慢有在改善了，嘿。慢慢車子都有在禮讓行人。開車在路上的時候，像轉彎那個弧度都會有死角，所以過斑馬線也要注意一下會不會有行人。就算是行人是紅燈，但是還是有可能會有行人闖紅燈的部分。警方表示，經過初步的調查，這對翁仔某要過路口的時陣，無按照青紅燈的指示，就要行過馬路，賽車的駕駛嘛無注意頭前的路況，才會發生這件交通事故。詳細原因甲肇事的責任，都需要進一步調查。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來看這中國的駭客又閣發起網絡攻擊啊！這個呢，因是用 AI 工具來侵入咱台灣政府的網站。根據英國媒體指出，講這 AI 呢是當派代理工具去找這安全的空隙來攻擊目標的。司法部資安署是表示講，若總有牽涉到這政府機關等等風險的問題，安尼攏有照規定通報甲應變。
今年6月初，運動部全國運動場館資訊網忽然發現雲林縣國民運動中心網頁有不雅的連結。雖然運動部是趕緊下架，不過台灣相關部門受網絡攻擊的代誌也是常常有。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所引述的內容講，敢若受中國的駭客用公開的 AI 工具做協同作業的自主攻擊系統入侵台灣政府的網站，擾亂民心，然後來去影響我們的輿論。比如說今天他如果駭客成功的話，他有可能他可以透過我們的一個政務網頁，然後發布一些錯誤的一個訊息。金融時報講 ，AI 工具在7月初探查21個政府系統，入侵至少85個政府使用者的口座，提到超過2500筆人事資料，甚至擴大攻擊到台灣的核安會，抑個能源公司。研究人員發現，攻擊者內部通信成簡體中文，不過偷摕資料則是繁體中文，可能跟中國有關係。司法部講，國安局的報告內面講，去年中共對咱國關鍵基礎設施的侵擾數，平均一天有263萬次。所以建立常態化監控加情資分享機制，只要涉及政府機關或者是關鍵基礎設施的風險情資，攏要同步應變停止處理。因為人還是要休息，但是透過 AI 的方式，它可以持續性的去找出一些弱點，在第一時間，如果發現有一些這種所謂臨時的漏洞的話，它事實上可以透過臨時漏洞來做一些直接的攻擊。我覺得這個是過去這種人工的方式來看的話，比較起來，它速度上面跟持續性的進攻上面會是更強。以前傳統的駭客是用下指令碼的方式攻擊，不過 AI 無收費的指令碼是依照現姿勢的情形，快速做應對加自動化攻擊。AI 會當摕來攻擊，也會當摕來防禦，但是要注意用 AI 做防護，佇咧技術層面的思考權是不是讓完全管控？若是無法度完全控制，是不是有可能變做危險的後門，也要注意。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是漢光演習第9天，是來模擬這中國對台灣實施海上封鎖，演練商船突破中國的封鎖，對咱東部外海入來到花蓮港甲蘇澳港。因那這離島操演的部分呢，這陸軍特戰指揮部兩棲偵察營是來演練暢水頂島收集情報。海巡台中艦佇頭前擔任護衛艦，正邊倒邊有海巡的八里艦、海軍的武港艦，後尾閣對海軍的鞍鋼艦，指揮執行海上護送的任務。漢光42號演習迎接上核心的操演細節，模擬中國侵略台灣，向前對台灣實施海上距離甲封鎖，為了維護國家海上生命線。海軍甲海巡頭一屆演練聯合反封鎖的護航，由海軍玉山艦改做是商船載重要的物資，對台灣東部外海入港。中國的這個海警船等等的，也在我們的東部海域活動啊。那它將來也可能對我們的這些運補的那個國籍或者是外籍的船艦呢，會造成襲擾。那這時候呢，可以就用這個海巡的船艦呢，基本上就是對於這個整個這個海域的安全呢，加以這個戒護，彼此作戰的默契呢，能夠這個培養出一定的這樣一個程度。漢光演習進入衝侵防禦甲主動作戰的階段，台北半暝出現槍聲甲炮聲，為了阻擋解放軍對新北邦橋入去台北綁架，侵略政經的核心，現職部演練立功復橋阻擋，部隊是從城市所位迷彩出現。大鐵網甲愛斯科防爆牆阻擋解放軍的行動，部隊主動調人結合分化駕車，利用火力壓制解放軍守護台北的防守區。另外，戰爭的時，戰車駕車算轉去，分別駕車發電機故障，保守單位趕到戰術位置來野戰搶修。也那 M60A3 戰車算轉較真嚴重，無法度當地修理，送去後線維修，趕緊恢復戰力。中國也可能占便宜來正做拍本島的跳板。國軍的精英部隊、陸軍特種作戰指揮部兩棲偵察營、海龍水騎兵參與演習，坐快艇到目標的海口，部隊暢水尾利用半暝的時間，偷偷上島，用無人機掌握中國解放軍的位置，結合部隊各地應用特件 TAK， 趕緊匯報即時的資訊。記者綜合報道。
國際消息的部分來關心的是，這美國總統 Trump 伊是來宣布白宮發言人李維德做到8月底就要落任啊。這個李維德呢，伊今年才28歲爾，是美國歷史上上屆少年的白宮的新聞發言人，伊是真受總統 Trump 的信任。因為李維德伊是表示講，就是因為家己生第2個囝，決定要加陪伴囡仔，所以才會離開的。未來會轉做高階的外部顧問，替總統來拼其中的選舉。美國總統川普佇社群平台頂懸公布，即馬28歲美國史上上屆少年的白宮發言人李維德，佇8月底要來落任嘛。若是川普佇鋪文內底大寫來學到李維德，講自2018年以來，就是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更加是有史以來上屆優秀的白宮發言人。若李維德嘛隨鋪文證實，講第2個囡仔生落來，第3屆結束了後，感覺家己無多兼顧白宮的工課，也閣做媽媽的責任，才會決定要來辭職。As you all know, for decades, a group of DC-based journalists, the White House Correspondents Association, has long dictated which journalists get to ask question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se most intimate spaces. Not anymore. 一路對2024年的競選團隊到今日去到白宮的辦公室，李維德咧做代志攏是真強卡，忠心護主來出名。伊佇記者會總是真強勢來為川普的政策拍拼，予自由派媒體來負起責任。雖然決定要離開白宮，也毋過川普表示完全理解甲尊重，嘛宣布李維德接落來會轉任伊的高階外部幹部，佇其中選舉進程會繼續做共和黨的發言人。It's very easy to speak truth from this podium when you have a president who is implementing policies that are wildly 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at's exactly what this administration is doing. It's correcting the lies and the wrongs of the past 4 years, many of the lies that have been told to your faces in this very briefing room. I will not do that. 川普無講白宮發言人這塊數落來誰要接，大家攏緊緊看，因為在月其中選舉就要到啊。共和黨即馬民調閣落來，川普是拍甲真辛苦，伊就愛趕緊甲這塊保護住，才會當來迎接數落來政治考驗。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中國的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已經過身啊，伊是食到98歲。這個朱鎔基伊佇1998年上任開始做總理，有來推動國有企業甲金融改革，而且呢，伊閣帶領這中國來加入世貿組織 WTO。另外，伊佇2000年時，台灣總統大選又講，無論啥人做，攏袂使來武台獨。這款言論嘛，互人認為是互台灣正當輪替的關鍵。中國中央電視台佇8月12日暗時7點聯播的新聞當中，正式宣布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已經過身。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26年8月12日11時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朱鎔基1928年10月出世佇烏蘭長沙，是清華大學電機系畢業。1987年，互人任命做上海市長，主導上海，走向全球金融中心。1991年調去北京。1998年到2003年期間，做中國國務院總理，任內也拄到台灣2000年的總統大選。朱鎔基選前3天佇記者會話講甲真無客氣，也互人認為是直接互台灣出現頭一屆的政黨輪替。不管誰上台，絕對不能搞台灣獨立。朱鎔基受到鄧小平的信任甲重視，一步一步確立伊負責中國經濟工作的核心地位，做一個中國當代經濟體制上界重要的人之一。1990年代縱觀中國經濟大權期間，伊的風格甲搶大攏真硬鬥，互外界講做是中國的經濟沙皇甲鐵血宰相。毋但推動中國分稅制，大大整頓國營企業進行裁員，閣較帶領中國成功度過亞洲金融風暴等等一屆的考驗，也全力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WTO， 開始20年以出口為主的高經濟成長。另外，朱鎔基也大力打擊貪污，閣捌講出準備100戶觀察，99戶互貪官，1戶留互家己的話。2003年總理任期做滿了後，由溫家寶接手，朱鎔基徹底退休。落任了後，無閣再插政策，也無兼其他的職務，罕咧公開發言。最後2屆公開出現是佇2017年甲2018年。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
塔利班重新掌權呢，已經要滿5冬的時間啊，也甲真濟國家來建立外交經貿關係。也毋過，這阿富汗女權的問題呢，也是真受人批評的。目前在當地受240萬的查某囡仔是袂當受到這中等教育的，預計到2030年的時，會增加到要400萬的女性，所以對阿富汗未來的發展，恐驚是會造成真大影響。知影家己無法度倒轉去學校上課，這個阿富汗的查某大學生目眶紅紅。自從塔利班政府政治控制1年8月重新掌權了後，阿富汗女性受教權一步一步去互剝奪。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塔利班執政5冬以來，阿富汗已經有240萬的查某囡仔去互排除佇咧中等教育以外。This is the number of girls who finished primary education with success and naturally could have continued to secondary education, but unfortunately, because of the current policies by de facto authorities, they can't. 當初是塔利班政府重新掌權的時陣，表示會佇伊斯蘭教法，還有阿富汗文化規範內底尊重女性的權利。不過執政了後，卻一直減縮對女性的限制，禁止查某囡仔做大部分公部門的工課，而且佫限制查某囡仔接受教育到12歲就要停起來。2021年9月，大學重新開放了後，對查某學生採取隔離教育，教室用布簾啊，還是假幫，甲查甫甲查某學生分開，甚至分開上課。女性嘛，敢若會當使用校園的特定區。2022年，塔利班推翻開放女性讀高中的承諾，針對重新啟動查某囡仔高中教育的計劃，一直攏無提出具體的時間表。同款迄當，閣禁止女性讀大學，讓阿富汗女性的受教權受到嚴重的限縮。Restriction on women continuing to higher education means, of course, fewer women will be able to qualify as teachers also in the coming years, which are the main pillars of response and education for children. 教科文組織人員去阿富汗教育現場了後，發現目前阿富汗超過90%的10歲囡仔無法度閱讀交理解符合同年齡程度的簡單文章，顯示在地教育品質讓人真煩惱。塔利班把查某囡仔排除佇咧教育體系以外，剝奪因改變未來機會，恐驚嘛互阿富汗的教育體系陷入學生愈少、教師愈少、教育品質愈歹的惡性循環，嘛影響規個國家的未來發展。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天文機關來看，這個歐洲讓27冬閣再出現天狗食日，因為這西班牙呢是讓超過100冬才閣看到，有差不多600萬的遊客是去到當地咧看。也毋過嘛，因為西班牙即馬拄啊好是熱流，所以官方呢是持續來發布高溫警示，提醒遊客要愛注意火燒山的風險。佇沙坡的民眾掛下離光的目鏡，當日頭予月娘完全炸掉，攏無光線的時，現場出現熱烈的撲克聲。歐洲西部讓27冬閣再出現頭一屆的天狗食日，大家攏真興，真濟人專工飛去西班牙，因為這是當地100年才有一屆的天文機關，前一道是頂世紀1905年。It's my second. The first eclipse I saw when I was a child in the Philippines. It was a partial eclipse, so I think I got excited and I wanted to see another one. And this one is a near total eclipse, so it's a little different. So yeah, it was exciting for me to see it. 冰島的首都雷克雅維克也是讓72冬閣再看到天狗食日，雖然下晡雲真高，甲日頭光炸掉咧，也毋過佇當地時間要暗暝5點44分左右，天頂熊熊變暗，有2分13秒這麼久，互現場的民眾真驚喜，直直講時間袂輸已經停落來。I saw that it came with, quickly came with darkness over the place. It was a sort of surreal, and it was strange. It's like from another planet or something. So I didn't know what to expect, but it was very surprising, even though we didn't see the sun or anything. 這條天文盛事引起觀光潮，西班牙當局估計有要600萬人來到北部甲莊下地區，也毋過因為熱浪的效應，當地消防部門高度戒備，趕緊發布高溫預警，呼籲民眾愛離開火燒山高風險區域。若是西班牙甲冰島，包括法國巴黎、英國倫敦，也有德國甲意大利等地，雖然敢若會當看到偏一邊的天狗食日，也是成大陣民眾走去外口看，為難得的時刻留落珍貴的記錄。公視新聞鄭偉林、鄭建功編譯。
繼續等來關心，咱國內來看這外送專法是7月2日開始實施。Uber Eats 平台呢，就是因為用這下單的方式來算工時，讓外送人員是吃不滿，而且這勞動部嘛認定是有違法的，所以今麥呢，這平台是宣布要調整系統，用新的計算方式，也讓消費者這邊每一筆的訂單有計是會增加4到6塊的服務費。手機試一個才會得送到位，不只個自外送專法通過了後，外送平台的算數方式閣引發討論。即馬 Uber Eats 閣講話要起價，12宣布從8月14日開始會調整外送合作夥伴的整體總收結果。不只個嘛，甲消費者逐條訂單預計會增加平均4塊到6塊的服務費。本身他們在跟店家的時候配合，就本身已經有一些價差了。對，那實際上外送如果他又增加了一些費用，其實還增加蠻多的。那如果你真的自己懶得出去買，你要叫人家服務，就是要付費啊。這擺調整主要原因是 Uber Eats 進前先甲外送員貼單，刷算同一條外送的時間，讓外送員抗議講是工課時間去用抬一半，影響薪水，嘛讓勞動部認定違法。因為這件代志 ，Uber Eats 嘛宣布會調整系統，會甲貼單的外送時間定幅算起來，嘛會甲7月1日到8月17期間所有外送的差價報登去，不一個嘛會檢視營運成本。因為我們換我們也沒多少錢啊，我們跑也沒多少錢啊，我們一單也幾十塊錢而已啊，有給再講吧。這個專法是針對所有平台適用。那為什麼其他2個平台，譬如說 Foodpanda 或是 Foodmo， 他們也是按照專法的架構去走啊，他們也是全額去給付司機的報酬，但這2家平台都還沒有漲價，所以 Uber 是不是把這個專法拿來當作漲價的借口？外送工會就強調，外送專法無應該變作是起價借口，嘛強調有明確應該保障消費者的權益，呼籲相關的主管機關得趕緊訂定相關的條文，避免責任換人擔。寡占的這種市場，其實政府還是應該要提供一個框架，就是在這個他們本身的售價的合理性，然後不能說那今天我占了這個市場之後，我就得予取予求。消基會嘛分析，外送平台目前算是較活孤行獨市的，相關的單位應該要制定介紹的範圍。那是因為受傷、行動不方便的等等因素，無法度出外買物件的人，恐驚是影響上大的。記者綜合報道。另外，再來看這觀光署是來結合業者宣傳全台灣各地的溫泉區。其實在台灣這一年四季攏有溫泉通好浸的，所以觀光署呢除了是強化這個國際宣傳以外，也要結合着到國的國旅補助，希望為咱國內的業者來拓展更較大的旅遊市場。大聲化口號宣傳台灣好湯的活動，交通部觀光署要佇全國19大溫泉區結合溫泉的自然資源，甲在地好料，推動國內觀光。各地業者也積極參與，介紹在地特產甲溫泉文化，希望吸國內外旅客過來。我們也希望透過名人，還有這些廚師以及相關的創作家。好，透過這些世界各國他們的視角呢，好來看台灣的溫泉，然後幫我們去行銷全世界。除了國際宣傳，今年活動也特別強調，唔那秋天、冬天，一年四季都會當洗溫泉。另外，觀光署按算佇9月份推出國旅的補助，希望國人會當佇平常日較食旅遊。真濟業者期待透過主題行銷甲國旅的補助，增加業績。國旅市場，目前大家都是接受到這一個考驗，那大家也是在期待9月過後的國旅補助。那我們這邊也會希望，這整個溫泉產業，飯店、餐廳，甚至說我們的公部門。也都可以祭出加碼的優惠，來帶動我們所有縣市的整個溫泉產業。觀光署8月初公布去年台灣旅遊狀況的調查結果，個人國內旅遊2億4761萬旅次，國內旅遊總支出達到5643億，是創下歷史上懸的紀錄。觀光署分析，佇台灣的旅遊市場已經漸漸由追求旅遊的規模，變作是提升旅遊的價值。因為安尼，希望透過活動協助業者來創造商機。記者綜合報道。既然頭城羅贊祥這故居頭前的魚池仔呢是關定古蹟，目前是由社區發展協會來管理的。也毋過最近所有民眾發現講，這魚池仔哪像是互人家偷倒高麗菜，這魚仔是死真濟去，所以臭味呢是嚴重影響到生活。因為縣政府初步調查認為有可能就是這水溫傷懸，才互魚仔死去的。在頭城鎮市區的水池仔，最近互人發現真濟魚仔病毒死去，水靈果互偷倒高麗菜葉仔，敢若是有人偷蛋想要飼魚仔。
相當社區的志工提希望啊，無用咧護魚啊，這座羅贊祥故居頭前的魚池啊是原定的古蹟，所有權屬於宜蘭縣政府，目前委託相當社區管理。不過社區指出，最近魚池啊，互人偷倒過來菜葉啊了後，就常常出現大量的死魚，小連刷清3天，佫清不完。也許可能是好心啦，供給魚吃啦，可是就那麼巧，他倒進去了以後沒多久，隔天還是怎樣？就死了，老實講，死了幾百隻都有了。就是說，我們雖然是維護單位，但是我們盡量也是盡量配合政府啦。那我們盡量趕快事情把它處理。社區指出，管理魚池啊，這儕冬頭一屆出現這麼多死魚的狀況，臭味已經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懷疑最近魚池邊的建案當咧烏地下室，去影響到地下水面，魚池啊水質會變少，可能嘛是地屬魚啊死去的原因。如果水溫是到31度以上，然後溶氧量是0.9，在1以下，那這兩個數值其實都比較不利於魚隻存活。縣府文化局請環保局到場協助調查魚仔死去的原因，初步發現是因為水池水溫上懸，而且游泳量上過低，可能嘛跟氣候變化大有關係。若是偷倒過來菜葉啊，可能嘛是地屬水質變歹的原因之一。呼籲民眾避免類似偷倒糞掃的行為，若無會照廢清法互人開罰單。記者綜合報道。原來在高雄後nghệ溪內，即馬有民眾是通報過，又有規定的魚仔冰島死去啊，是臭甲無人敢開窗仔門。水利局有派人去護魚仔，初步了解，敢若就是這水利署操作這個水門有出現問題，甲水位降甲上低，所以魚仔才會無開轉死去。味道都出來了，你那邊你通知1999就好了。發現後nghệ溪死魚仔愈來愈多，巡守隊趕緊擱回報，高雄後nghệ溪7月中才清走5000公斤的死魚仔。11下晡，民眾擱發現有魚仔刷刷冰島浮起來，而且數量愈來愈多，臭味嘛愈來愈重。因為我都是沿着這個河岸跑，就覺得有味道，但是今天的味道好像更嚴重，就我連在家裡關氣密窗，都覺得那味道非常臭。因為早上還有一陣雨嘛，所以量不多。中午的時候他們又通知，剛又傳照片了。所以我說我再出來看一次，跟早上就不一樣了，有比較多，而且味道真的非常濃郁。民眾講，雖望這回死魚仔量無頂介多，不過連續2個月攏發生這款代志，已經影響到因的生活品質，毋茫趕緊找出原因。那水利處11下晡嘛，隨派人去護魚仔了解狀況，環保局嘛去抽驗水質，同時對附近的工廠店家進行專案稽查，發現水質正常，不過游泳量有較低，敢若是因為水利署咧進行水閘門倒壩的操作，後nghệ溪水位向降低，魚仔才會死幾片。研判新中治水閘門倒壩導致水位過低，魚隻無法游動，缺氧死亡。另針對後勁溪沿岸餐飲業111家執行專案稽查，今日發現5家餐飲業排放含硫磺濁污水不合格。環保局已經對5間違規店家開罰單，限期改善。水利局嘛佇水尾救索啊來查死魚仔，派人去護溪內底規地要再去處理，避免天氣一熱，臭味會愈來愈重。不過民眾毋茫飼虎，會當加強監控，袂使見擺攏等甲魚仔死規堆，才要來清來查。記者柯家如、柯昭陽、高陽昌報道。在屏東潮州苦瓜寮附近的是有民眾聽到這牛母安尼哀哀叫，一個甲看者知影講原來是有一隻牛仔囝爬落去水溝，後來有3個人呢是用這鎖啊做伙甲這隻牛甲救護起來，另外也有2隻牛呢是走去到車路，互人行一條，所以警方是呼籲這主人呢，就要負管理的責任，避免影響到交通安全。牛媽媽徛佇水溝邊，一直哀叫聲，聽起來親像咧喊救人。因為伊的牛仔囝無細記跋落去水溝。13早起6點左右，屏東潮州有民眾要去田裡做事，佇苦瓜寮附近聽到有牛母咧叫的聲音。我過去看，才發現一隻細隻牛佇水溝底，找無路爬起來。民眾就大問，落尾有熱心民眾到3工救牛。牛的嚎叫聲，我覺得那個叫聲不太尋常。我後來有借到樓梯，但是牛我還是抱不動。伊講我這細隻那個較北的，伊會就起來安尼。其實唔那苦瓜寮，舊潮州橋佇車口，嘛有民眾暗時看到2隻牛佇大路頂散步，警察來請趕到場處理，因為牽涉到交通安全，警方找到飼主了後，依法開單。
根據了解，舊潮州橋到酷果寮這個位啊，東港溪煙花大約有6位飼主飼食肉食左右的牛，所以不時就有牛走出來的狀況。通知潘姓飼主到場處理，並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4條，對其治單告發。後續將函轉屏東縣政府農業處依動保法裁處。警方已經真濟屆呼籲飼主應該愛負管理責任，避免動物黑白走，去影響到用路人安全。若不幸發生意外事故，雖然道路安全部分上懸只有罰600，但是動保法所罰的部分是會當罰3000到15000塊。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今年這社陣輪成的演習，今仔日是輪到北部7個縣市，中央、地方甲民間是做伙來演練。模擬這戰爭，也是講重大災害發生，這社市到底是要安怎維持基本的運作？總統賴清德今仔日早起呢是去到祥和病院，也有新北市土城的大賣場來巡查。因為今仔日下晡，這7個縣市嘛會做防空演習，也閣有頭擺來加入這行動網絡鋼索，施到這社群甲行動支付呢，攏是有可能受到影響的，提醒民眾在2點半到3點，若準無配合這個疏開避難，安尼上懸會罰15萬。上環提佇病床，醫護人員無用做緊急處理。醫生甲總統解說地下醫療中心針對社陣輪成的規劃，這是2026年社陣輪成演習，中央地方甲民間共同演練，面對戰爭也是重大災害，社市要安怎維持基本運作？雙和地下醫療中心的規劃有2個區域，一個是我們的急診區，一個是我們的地下病房區。總統國務長甲美國在台協會處長郭立言拜時早起到衛福部相互病院巡視，看醫療鋼材甲地下化演練，模擬拄當着戰爭也是重大災害，醫療量能受到衝擊，病院要安怎緊急應變？所以來11點，總統嘛到新北土城大賣場關心萬不伊拄當着緊急狀況的時，大賣場的糧食甲物資要安怎配合政府做物資管控？這個命令發布之後，那我們就會配合中央的這個調控制我們這些商品的一個販售行為，那把它做一個調度。我們對社會的韌性工作一定可以持續加強，所以當事情來臨的時候，我們就有更好的韌性，可以維護政府持續運作。另外，拜是下晡2點半到3點，北部7個縣市會做半點鐘的防空演習，碼頭擺加入行動網絡鋼索演練，使到社群甲行動支付可能受到影響。不過，室內固定寬頻網絡、報案的電話、一般通話甲簡訊，攏會當正常運作。提醒民眾都要配合疏開避難，若無按照民防法，上懸會當罰15萬。記者郭金宏、志剛、新北報道。來關心天氣的消息，今仔日呢，全台灣各地這天氣有影是真燒熱。氣象署是表示講，大台北地區、華東地區，也閣有中部外山區的所在呢，是有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新北市、台東今嘛是攏發布柑仔色的高溫燈號。另外，受到這西南風的影響，所以這2天啊，這南部地區可能會落局部性的陣雨，也是講雷公雨。也那大台北甲北部山區，這過晝嘛有可能會落西北雨。這幾日各地天氣攏真燒熱，各地高溫大約是32至35度。大台北地區、華東地區、甲中部外山區，可能會出現局部36度以上的高溫。可是，在上午還沒有下雨之前呢，各地的高溫都可以來到32到34度，尤其在大台北地區、東半部地區啊，還有中部彰化這些地方，可能都還是有局部36度高溫出現的情形。外島也都會有31到33度的高溫的情況。氣象署也講，拜5、拜6受到西南風的影響，南部可能有局部短暫的陣雨，也是雷公雨，甚至也有可能會落局部的大雨。過晝大台北地區、北部山區也可能會有局部的大雨。受到西南風增強帶來的水汽是比較偏多的，包含中南部地區，可能還有午後的北部，還有其他山區都有一些局部大雨出現的情況。那尤其在南部地區在15號這段時間特別要注意短延時豪雨出現的機會。氣象署提醒，拜6進前是年度的天文大流，東北部甲嘉義以南沿海地區要注意海水倒擊。另外，第17號輕度的風颱南卡，目前在台灣東邊2500公里遠，未來應該會行向日本，對咱台灣無影響。記者顧佑基、曾俊佑台北報道。
今仔日是舊曆7月初1，昨暗呢，這新竹的城隍廟是照這傳統儀式來開好門，請真濟信眾來參加。因為今仔日下晡是會舉辦這騎街活動，不過因為拄好是城鎮輪成演練，所以城隍廟是表示講時間呢會引導這信眾去到安全的所在，等待這演習結束了後，才會閣繼續進行。時間一到，西港按傳統儀式準備來開好門，也就是民眾所講的鬼門。拜四是舊曆7月初1，昨暝新竹城隍廟也以傳統儀式開好門，吸引各地信眾來參拜祈福，也代表7月中元祭典正式啟動。我感覺這活動袂歹呢，因為這算講全台灣的大代誌，尤其是咱新竹這城隍廟，敢若是位階上懸的款吼，所以我感覺農曆7月辦這活動，我感覺真好，真有意義的。好，從福門大開到明天的夯家解厄，好，接下來還有我們的竹籤嘉年華，還有到我們的茶葉暗訪、繞境正姑等等的系列活動，大家來到這裡呢，向城隍爺祈願，都能夠城隍出巡，全境太平。新竹城隍廟之最，因為一年來好門敢若佇舊曆7月才會開，對城隍廟來講是真重要的儀式。對好門出來攏是表現好的好兄弟，所以民眾嘛免驚。我們一整年呢，除了農曆7月以外，全年門都是關着。那就是在農曆7月1號，開門一開呢，也就讓好兄弟出來放假。放假出來的都是城隍爺有顧慮過的，都是表現良好的，所以出來不會作亂的。另外，新竹城隍廟逐年來舉辦騎街活動，這項儀式是信眾甲家己的個人資料寫佇紙架頂懸，對市民示警，來為家己也是厝內人消災解厄、洗清罪孽。今年攏總有2400人報名參加，不哩個時間拄到北部城鎮輪成演習，廟方表示時間引導信眾去安全的所在避，等演習結束才會繼續，一切以國家安全為主。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文化新簡介來看，阮劇團是以母語做主題來推出行動劇，來自釋義時代的人，險險啊死2擺。甲這母語呢，比論做是有性命的人。頭一屆死亡是因為政府禁止人講，第二屆死亡是因為已經無人咧傳啊。招大家做伙來思考這母語傳承的議題。人有2擺的死亡，第一擺是肉體死亡，第二擺是伊的名。上尾一擺，互人講起的時陣啊！甲母語比作是有生命的人，甲語言的死亡也比作是人的生死。這是阮劇團、伊劇團、永靖傳統民俗特技團3個團隊做伙創作的行動劇，來自釋義時代的人，險險啊死2擺。結合台灣傳統的牽亡、人老這類喪事的儀式，甲當代美戲的表演，來探討母語險險啊死去的處境。咱過去包含咱日本時代，包括咱國民政府來台，其實這個過程當中，母語伊其實攏受到伊個壓迫。阮劇團表示，台灣的母語捌差一點仔死2屆，頭一屆是因為政府禁止人民講出嘴。第二屆是因為無人佫傳予後一代。咱台灣的母語可能嘛是需要一個教導，就是講語言敢有可能死去，伊死去會拄着蝦米款的情形，伊死去蝦米原因，安尼來做發展安尼。舊曆7月是傳統的鬼月，台灣島外文化協會也拍算佇即個拜六，舊曆7月初3，佇青島東路逢甲普渡，結合45個公民團體、獨立冊店、藝文表演團體辦文化中元節。阮劇團也會用母語做主題，透過戲劇，就大家來思考母語傳承的議題。記者顧耀基、林秀凱台北報道。再來看，這國家影視廳中心呢是來推出口述影像製作的計劃，因是來選1960年翕的台語片《良上好》，招這視障朋友鬥陣來欣賞。今年嘛會推出其他口述影像的電影，就是這看電影無障礙的服務。外口的校診區，大人甲囡仔坐甲甜甜。阿菊摕白綠去校診區畫河馬。
解釋講話以前用口碑來講解畫面，唔但服務視障者，嘛互大眾會當感受到愈濟細節。這出台語片量上好是李行導演佇1962年翕的，國家影視廳中心用來推出第一支台語的口述影像電影，雜誌招濟視障者來欣賞電影。自由人協會表示，視障原來有分無共程度的障礙，但會當用聽的來了解畫面，嘛會當甲厝內人同齊享受電影的趣味。啊，那現場咧演奏，是毋是有一個人咧佇遐咧吹喇叭？拄啊，迄個咧吹喇叭，迄個查囡仔叫弄着，所以其實尾仔有迄個口述影像了，阮就知影講，毋是安尼，迄完全是兩回事吼。主要是互咱會當較精準去了解到底這個影片的演啥。國家影視廳中心表示，這是文化部補助的計劃，有請專業團隊甲台語團體來鬥相共。專家表示，口述影像就是愛用對話之間短短的段落來補充表情、動作甲清插等等。若無對視障者來講，會造成故事理解甲資訊的斷層。台語團體嘛分享講，在翻譯甲配音攏愛思考語詞的用法甲深度，嘛愛考慮敢有下使用者的需求是真大的挑戰。記憶的一些場景啊、服裝啊、打扮，那我們也要在口述影像裡面適度的把這樣的訊息呢，置入在口述影像的服務裡面，所以讓這部電影的時代感能夠反映出來。賣講有真濟同款的物件，咱攏用相共的語詞，所以這過程中一方面是。因為考慮到完全靠聽，吼啊，要安怎台語的這個深度，還是幼弱的部分，去下音的需要來呈現。國家影視廳中心表示，這項台灣經典電影口述影像製作的計劃，打算的是長期的會閣推出其他電影。那自由人協會嘛，呼籲政府應當當年愛有穩定的經費來支持影音的無障礙服務，落實文化平權。記者盧尚如、鄭俊佑新北報道。瑞典赫爾辛堡在舉辦這個世界合唱大賽，咱台灣呢是有6個團體去參加，第一階段就摕到6塊金牌，也閣有1塊金牌啊。目前呢，這台灣的代表隊是高雄的尼泊溫寶來國中合唱團，繼續佇瑞典來拼第2階段的冠軍賽。宣布金獎迄個時陣是來自台灣高雄的尼泊溫寶來國中合唱團，伊佇國際隊伍內底摕到冠軍，現場充滿台灣的加油聲音。世界合唱大賽講是合唱音樂界奧林匹克，每2年舉行一擺，也是全球規模上大的國際合唱比賽。今年第14屆佇瑞典的赫爾辛堡內舉行，總共來自世界45國350多隊，超過8500人參加比賽。我們比賽的場地，它給予我們的環境，我們來幫他們做及時的調整。那這樣子就可以讓他們的聲音在不同的場館裡面能夠得到最好的發揮。經費不足的困境之下，尼泊溫甲寶來國中合唱團依然是無管較濟先出國比賽，就閣講，較早也是寶來國中合唱團團員，高中畢業以後加入尼泊溫合唱團，結果因領學弟學妹一步一步，互世界聽到台灣甲原住民的歌曲。雖然說代表自己的國家出賽，但是卻沒有辦法，很好的拿出一面屬於我們自己的國旗，這當然是會覺得說會很失落。相關也得到金獎的中華大村歌手，卻無以國語、台語、客語也閣英語4種語言，因唱出4首歌，希望中華的大村囡仔早着求實葡萄的夢想，飛佇國際舞台上。我們終於把台灣在地大村的聲音唱到了瑞典，非常感謝大家，這一路以來非常的不容易。大村歌手合唱團因為是頭一擺參賽，今年參加第一階段的公開賽，摕到金獎的老師甲學生因有加13下晡就使轉來國內。今日依然留佇瑞典的尼泊溫寶來國中合唱團，也是台灣唯一爭奪第2階段冠軍賽隊伍。伊希望受到全面的擊潰，用佇所內現代音樂甲混聲合唱2個項目內底，擱再得到冠軍。記者綜合報道。來看西班牙的安達盧西亞呢，受一片南亞地本來是有真濟隻紅鶴，也毋過呢，因為工廠甲這海水引走啊，紅鶴無通找隻，這數量全減落來。專家表示講，這生態已經互人破壞去啊，就要幾啊冬才會當恢復。
佇出日的時陣，紅河佇水面優雅行動。這是西班牙安德魯西亞的一大濕地，因為當地靠近海邊，鹹水滋養大量的甲殼類動物。馬克運紅河每當來到這找食，不過有賞鳥人士發現，紅河當地離開這片濕地，當地佇3月的時陣，還佫有大約800隻紅河，不過到5月，卻敢若剩大約130隻。主要原因就是濕地水位一直下降，和紅河好袂着物件通食。Los flamencos cuando ven que no tienen unas condiciones normales de vida, pues son animales que como todos se ponen nerviosos. Y en este momento que les falta la comida, 水位下降的原因是因為有附近的工廠引走海水來做鹽，不過原本應該愛把海水送到濕地的廣線，卻因為長期無維護去予土刷塌去，致使濕地水位下降，水內的養分嘛慢慢變少。專家強調，紅河可能暫時會飛到其他的濕地找食，不過其他濕地的食物有限，可能會甲其他的鳥仔搶食，造成紅河數量減少。El perder una zona húmeda más, pues hombre, puede suponer la pérdida de parte de una población de aves acuáticas, porque uno puede pensar a veces que sí, hay otros humedales donde se pueden ir, pero está saturando esos humedales también. 雖然目前做鹽的公司已經疏通管道，和海水擱一擺流入去濕地，不過專家表示，進前的情形已經干擾生態平衡，要和紅河甲真濟水鳥擱再轉去原本的棲息地，可能擱需要幾冬的時間。公視新聞由派準編譯。告訴大家，咖啡豆啊是介有名，而且呢，這科學家是發現講，這咖啡園內底有新的物種，或者是咖啡水雞。這種水雞呢是無到4公分長，而且有深色的花瓣，也有柑仔色的花紙，也有因是暗時才會出現。暗濛濛的暗暝，科學家提手電啊，深入告訴大家，中部太平洋沿岸的咖啡園，這個要找不是咖啡豆，是最近才確認的新物種。La rana fue nombrada rana de las nacientes porque casi siempre o en muchos de los sitios encontrados está dentro de las áreas de protección de las nacientes de acueductos comunitarios o en las cercanías aguas abajo. Entonces creemos que 泉水蛤仔較無4公分長，腳只有一大一大咖啡色的，司機還有柑仔色的花路，日時啊藏起來半暝了後才點點啊走出來，所以也有人叫伊咖啡蛤仔。En este momento es muy prematuro decir si está en peligro de extinción o no, porque recientemente la venimos describiendo. La especie que pensábamos que era hace muchos años estaba en peligro crítico de extinción, la Ixmoila tica. 咖啡園雖然變泉水蛤仔的生產所在，人類活動卻讓這個所在充滿危機。Esta rana puede tener amenazas como lo son la contaminación del agua en la cual ella desarrolla todo su ciclo de vida, la pérdida de hábitat, cuando se invaden las áreas de protección, se cortan hierbas y arbustos en los cuales ella utiliza como refugio, como lugar para alimentarse, para desenvolver. 人類耕作方式對泉水蛤仔影響，嘛是科學家一步的研究重點。Es una especie particular porque se ha encontrado entre cafetales, plantaciones de café en la zona de Los Santos, posiblemente algunas de ellas con uso de agroquímicos, así que es interesante llegar a estudiar a la rana con más profundidad para entender cómo es que está sobreviviendo en estos hábitats tan alterados. 位咖啡園到實驗室，細隻的泉水蛤仔唔但體重美洲樹蛤仔家族加添新鮮源，嘛互咱看到一杯咖啡的後壁，保定着謠唱佳節，也未互人熟悉姓名。公視新聞林義竹編譯。原來下晡晡的天氣，所以咱繼續個時間交互糖啊。今仔日，甲明仔載受西南風影響，台灣南部地區有局部地漲陣雨，也是雷公雨，而且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天湖嘛會有南山地漲陣雨，也是雷公雨。其他地區，甲金門、馬祖是坐雲到好天。
是這則中島新聞，感謝你的收看，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相會。